老道的俄罗斯就是不承认有朝鲜2名士兵被俘。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战场，乌军突击队在断垣残壁当中发现了2名朝鲜士兵，这2个人都受了伤，几乎无法战斗，所以乌军俘虏了这2个人。乌克兰方面言之灼灼地声称这就是朝鲜士兵，但俄罗斯方面声称这是俄罗斯图瓦族的士兵，予以否认。对于这则消息，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不加评论。从目前情况来看，可能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情况更接近于实际情况一点，因为俄罗斯说这是图瓦族士兵，但是从审讯的视频来看呢，这2名士兵根本不会图瓦语，倒是用韩语对答如流，而且图瓦身份证上面的文字是韩语。这对乌克兰方面来说是目前最有力的证据。乌克兰方面为了用有力证据向外界证明这就是朝鲜士兵，采取了一系列的攻略。比如泽连斯基声称，只要俄朝方面承认这就是朝鲜士兵，可以用乌克兰被俘人员换回这2名朝鲜士兵。对外公布的审讯视频，其中被俘士兵接受审讯的时候用的都是韩语等等。如果俄罗斯方面接招，那肯定就上当了。可能有人要问，俄朝方面承认有朝鲜士兵参战，不就完了吗？要知道，对于俄朝方面来说，这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旦公开承认，就等于俄罗斯首先扩大了战争范围和战争规模，引入了第三方参战。那既然如此，美西方是不是也可以派出军队参战呢？到目前为止，虽然在乌克兰实际上也有北约国家的军事人员存在，但他们也都不承认，最多默认有志愿人员、雇佣兵参战。不管哪一方，如果首先承认有第三方参战，那就要承担扩大战争范围，甚至承担引发世界大战的责任。对于这件事情，泽连斯基当然想把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为这有利于他要求美西方提供更多的支持。美西方也想逼迫俄朝方面承认，这样好让自己的士兵进入乌克兰有借口。但老道的俄罗斯做足了功夫，就是不直接承认，向那些士兵提供俄罗斯图瓦等地的身份证，就已经做好了那些士兵可能被俘的准备。而乌克兰方面发布的相关视频也好，图片也好，并不能作为朝鲜士兵参战的直接证据，连在法庭上视频和图片都不能作为呈堂供证的直接证据，更何况在战场上呢？另外，俄朝方面完全可以认为那些视频图片那都是造假做出来的，连审讯时的韩语对话也会被俄朝方面指责是造假的。战争就是战争，单方面提供的证据，只要对方不承认，就没有办法去证实，除非战争双方同意联合进行调查。那美西方会同意俄朝方面到乌克兰去参与调查被俘士兵的真实身份吗？显然不会同意，即使同意也不会有结果。其实大家对有没有朝鲜士兵参战都已经心知肚明了，但俄罗斯的这一套应对策略，你不能不说它是非常老成的。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俄罗斯应对的那些具体办法，我们不必去模仿去学习，但俄罗斯在这次事件当中那种模式在先，利用交战规则漏洞，不给予对方口实等一系列的策略应对，那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的。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宇飞评论，下一期再见。